DK 咧？主要係追唔到人啊，升 DK。係咯，我都覺。頂！咁我哋一嚟開上馬就衝過對面打。唔係，我要轉咗扶輪先，我轉嗰陣時同你講咯，或者直接衝都得嘅。我直接衝，騎兵企喺後面處嗰啲。我意思係咁。我未識嗰個眼紅俾你。打實殺直接打雜。大地之盾，登力王，巡捕，好，答案。OK。守城开卸，跟击，走通结束。得就幾好快。盜賊，煙子彈，咗係完咗。我死嘅。你冇打開人查，你打斷。移動自打，我斷咗。打斷成功，控制。我斷咗佢嘅。打緊，佢斷我發。按靈魂巡捕。我好疼。擺一粒你血。術士。我空一大盤。小一，打斷成功。斷咗佢。你血。一波。打斷成功。佢跳咗落去，我心斷咗，佢將爆唔使。刺激彈傷擊，控制。開卸。最大橋係橋係。我就開6層。消失。煙子彈，呢個煙冇打。偷襲緊，仲偷襲緊。正在治療。死打緊冇事啦，即係怪啊！我人查。跟擊，巡捕。我俾人好，我自己揀。控制。我拉咗佢落等。我人查。佢打斷咗我。控制。機會。好。按你設心結咗。打斷成功。等我好。走冰住。油俾我。跟擊，走通結束。打出封鎖。我俾好，唔緊要。致盲。我拉佢翻嚟。清槍。就擊俾我，擊俾咗我。讓咗查。疾跑。巡捕。打斷成功。讓查。一定。走咗，斷冇得。復仇鬥士。呢對係係咪先？其實如果你要打3版，我都有隻戰士。呢版呢個組合應該最強噶喎，係。DK 發奇。我最主要係未識打。啱啱咁追住佢保師嚟殺嘅話，佢哋都幾煩。我反都係俾術士法師呢啲啊，你嚟斷佢嘅補血。好。我覺得如果佢係咁3孔嘅話，都幾煩。多數都係4先。同埋，如果要爆發，其實可以直接俾嗰個咩狂熱俾騎兵，都可以慳翻個武力，都得。頭先係慢比保護好啲。有嘅啫。
打落先，我直接上。正在进食。佢打怪成功，旋风。旋风重击。我得其實。小烈阳。狂怒。我扮演。呢係。冰霜之环。绝望导员，压制，反制。我扮演啥？烈阳专注。打怪成功，旋风。我呢度跳唔到佢㗎，佢開咗跳住。压制结束。我變吹落。烈阳。打怪成功。變咗其實。啱結咗。猛獸迅捷，旋傷風。咗。佢又吹吹三。凍結。有冇知啊？有冇知啊？打怪成功，打怪成功。烈阳。你说边缘。清明尖笑。OK。我開咗路。反制。我扮演啥？猛獸迅捷，旋風。我貼翻木啲，烈陽。我咁啱都喺度。打怪成功。愛你惡魔。啊，還有。法師。奇冷。凍結。猛獸迅捷。旋風。我俾人吹。自由。0秒。心靈專注。我斷咗。清明尖笑。我搞好。我俾人吹緊。反制烈陽。我人發泄。冰箱將結束。我食鬼食咗鬼。之環。烈陽，猛獸迅捷。旋風。俾人吹4秒。旋風。烈陽。佢牧師冇嘅人啊。OK。猛獸迅捷。旋風。狂暴凍結。OK， 我食嘅。烈陽。哇，食。我4打緊反制。我俾人反咗。猛獸迅捷。烈陽。旋風。我自己解。打怪成功。我斷咗佢發。烈陽。清明尖旋風。狂毒。我夾得佢。俾人實。絕望導員。我俾人反咗。2秒吹。我控佢哋3號。亡靈意志。旋風。我俾人吹2秒。心靈專注。贏咗發泄。猛獸迅捷。旋風。清明尖笑。我有6場。凍結。我無語之區緊，我打一發先。打得。打。烈陽。反制。猛獸迅捷，生存本能。如果風行者打3真係好快。狂怒。你得開真冇鬼多。法師。烈陽。飛舞。打怪成功。冇事啊，反到佢冰住。nice。係咪大陸嗰隊？咩嚟？會識我就可以買。有錢就買。即係好似好。最尾係咪頭先？等等啊。完。係啊，你哋練中鋒。好啊。係咯，你哋做啊，真係。我一直點尾就玩佢。我做啊。有冇同事同我講冇？成日就係打下，話唔使俾翻我，點知嗰場就係要用嘅，跟住就補一補嘅。佢唔喺度啊！
打個電話俾人。今日翻學啊！佢今日開學啊！佢香港人邊度讀啊？喺科技大學啊，唔係喎，好似係科大收咗佢。佢係 master 係讀即係兼職嗰隻讀啊。有佢哋。我去揾個先係。幾啊？冻结，猛兽迅捷，小河旋风，反制，艳阳，我冇解過小風嘅，艳陽，我可以快技打嘅，我接到佢。艳陽 ，OK。猛獸迅捷，絕望島我開咗6旋風連圈住，冰沙之王旋風艳陽，我拍咗佢。變身，我搞佢。牧師，僵屍結束成功，艳陽，冰箱結束，俾乜乸錯嘅？吉林麥，艳陽，哦，照得咁鬼多人嚟啲機，衝鋒都定4秒嘅喎，隻紅嘅衝鋒。佢係咁搞嚟搞去，佢兩個，一個就係咁反我揚我，一個就係咁出。我打個電話俾佢。